传统工艺传统木雕保存者李炳贵老师有举办这传式体验课程，用茶刻的这个布地戏台，也就是彩楼做例，解说到这雕刻的手法甲工具，互民众对传统的雕刻有更深的明白。 传统木雕保存者李炳基师傅现场示范雕刻的工法，民众嘛把握机会请教问题。李炳基老师是鹿港传统木雕的第5代传人，爸爸是出名的艺师李松林。李炳基的作品除了木雕插花、神桥，对佛像人物的雕刻嘛真内行。即便是以传统木雕的布地戏棚做主题，和民众了解木雕的手路甲工具。甲各位学员介绍戏棚的安怎设计、安怎组合，工课的中间做的过程是安怎，包括迄落雕刻内底的出头、对联。 这座传统木雕的戏棚会当随时拆开佮做起来是上大特色。佮有这个利用透空雕刻的小面帘，就是要互搬布地戏的师傅，通好看到大卡观众的反应，会当活动的跳汤装塔，才袂去伤到布地戏红仔，一一来破解木雕的技法佮戏棚设计。 看到这个拆解的过程啊，其实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他利用很多的卡榫啊，然后让我们知道，原来他可以这样一个部分一个部分拆解下来。啊，像老师伊讲到这个伊这个茶雕这个底图就是讲有分黄图甲这个自漆建筑的部分是拢讲自漆较多啦。啊，这就是咱以早较袂去注意到因为拢去有这个安金啦、这个彩绘较砍的。李炳基老师表示，传统木雕有分做大木、小木，亲像庙宇的木雕插花，嘛有欣赏这种立体圆雕。希望透过课程，让民众了解木雕的应用，感受传统工艺的美感甲珍贵。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